来到海边的孩子，你们怎么那么安静？有人过生日吗？好，我是苏密，然后欢迎大家来呢，谢谢你们，因为我刚刚在彩排的时候唱《奇异的夫人》，又外面又下雨了，不晓得有没有害大家淋雨这样，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演唱会，就是我自己给自己一个承诺，就是每年的6月就会办海边的孩子演唱会，然后把演唱会的收入全部带回去，当做我们部落青少年的传统技能的教育基金这样。然后也希望他们借着这样的教育的活动，可以对原住民的传统技能有很大的，就怎么讲发展，对。讲话不用录影吧？就是好，我希望大家不要误会，虽然上面写演唱跟讲座，但今天没有讲座哦，今天是演唱，但会讲一点点我自己的想法，然后在我的音乐的作品里面，第一首就是《奇异的妇人》。